好，而家呢個係加林多前書嘅第9章，係第8、9、10章啊。聖保羅就係討論緊呢個問題，一個好具體嘅問題。我可唔可以食祭獻被車生嘅肉啊？而家保羅嘅基本嘅答案咧係可以，因為嗰啲車生根本唔存在嘅啊。而家你想食嘅就係肉啊，但係如果你食祭獻被車生嘅肉嗰陣時，有一個兄弟佢嘅良心不安，因為佢覺得你係參與拜車生嘅一個行動。聖保羅話：如果咁樣咧，我一生都會食祭獻車生嘅肉。呢度可以睇到有個3個步驟，食呢種肉嘅本來係可以，冇違反天主嘅誡命。但係如果見到兄弟嘅嗰個特別嘅需要啦，我要進一步，我要放棄我呢個權利去食呢啲肉，為使到自己同埋嗰個兄弟嘅生命更加豐富。所以檢討自己啦，唔可以單單問可唔可以做，可以做我就做，唔係，要進一步，要問適唔適宜做，有冇加強我哋彼此之間嘅愛德，要繼續問呢個問題。今朝我哋參與咗呢個好好嘅修和禮啊，有時我哋預備班個解啦，可能有呢個困難，至少我有呢個困難。檢到10屆啦，多謝天主，冇乜大問題。咁樣冇嘢講啊？點解冇嘢講啊？班個解嗰陣時咧，因為鬧係單單第一個步驟，但係檢到自己啦，同埋都應該高明嗰陣時講嘅，都應該問我有冇接受呢個挑戰去行第2步，就係呢啲福音喺呢個書信裏邊嘅嗰個第2步。如果拒絕行呢個第2步啦，好值得辦個解啦，我覺得，因為未到全心愛天主，未到真正愛人如己，所以我鼓勵自己同埋鼓勵大家，聖測嗰陣時啦，唔好單單問我有冇違反10誡，都要繼續問。我有冇全心愛天主？有冇愛人如己？問呢啲問題即刻有嘢講嘅。要承認我未全心愛天主，未愛人如己。好，而家保羅嘅係第8章開始講嗰個問題，之後係10章俾我頭先俾嘅嗰個答案。係第9章啊，佢做乜嘢啦？佢攞自己做例子啦，佢有一方面啦，佢放棄咗自己嘅權利，為造福人哋。而家呢個例子咧，係同我哋嘅宗徒工作嘅非常有關係啊。所以我預先講嗰個基本嘅內容啦，之後我哋會一齊睇啊。喺第1段裏邊咧，保羅表示我本來有權，好似所有其他嘅宗徒，靠傳福音去生活，就係我向你哋呢班人傳福音啦，唔該你哋俾我飯食，咁樣我唔使擔心日日3餐啊。而家呢個權力係主耶穌自己俾宗徒嘅。其他嘅宗徒係好好利用呢個權力，比方伯多祿嘅，呢個就係第1段。喺第2段裏邊咧，伯多祿話：就算主耶穌俾所有嘅宗徒呢個權力㗎，我放棄咗呢個權力。又係第3段啦，佢放棄呢個權力㗎，嗰個結果啦，奇妙嘅結果啦，就係喺第3段嗰度。
好，而家喺第一段裏邊啦，你哋見到有好多問號啊。喺第一段裏邊啊，所有嘅呢啲問號啦，係所謂嘅反問啊，係啊，事實上唔係問問題啦，係肯定啲嘢。佢肯定嘅嘢咧就係我有呢個權力。之後啦，仲有一個問號出現啦，係第18節嗰度啦。呢個係唯一一個真正嘅問號啊！所以係第一段裏邊咧，我哋見到保羅點樣肯定傳播福音嘅人啦，本來可以靠傳播福音而生活，就係話聽福音嘅人啦，佢哋應該被福傳者飯食㗎。但係保羅佢冇咁樣做，佢係靠自己嘅工作啊，去保證佢有飯食。嗱，佢嘅工作啦，我哋知係一個好笨重嘅工作，就係製造帳篷啊，好似紡織嘅工作嘅，但係帳篷嗰啲繩啊係好粗嘅，所以需要出好大嘅力啊，先至可以工作嘅。嗱，保羅係咁樣傳福音，一方面工作為使到自己可以解決一日三餐嘅問題。呢一方面用把口，佢嘅工作咧唔需要用把口，單單需要用手腳嘅，所以佢坐喺度做佢嘅工作咧，佢會講同人哋分享福音。嗱，佢嘅書信咧多數都係咁樣寫嘅，入面工作嘅，入面講嘢，有一個秘書聽佢講嘅就係寫低呢啲説話，可能係咁樣寫嘅。但係所有嘅宗徒裏邊啦，好似單單係佢同埋巴爾納伯好似係呢度所講嘅咁樣做。其他嘅宗徒係依靠耶穌呢個説法，主就係第14節，主就係主耶穌，也這樣規定了，傳福音的人應靠福音而生活，好似係一個命令啊。當然係。你可以唔使咁樣做啦，但係你想咁樣做啦，呢個係主耶穌俾你權力，係馬太福音10章10節啊，耶穌嘅一個説話。好，而家係第二段啦，保羅同我哋解釋點解佢棄權啊？點解佢放棄呢個權力啊？今朝我哋話工作與節制，今朝嘅反省咧，多數同節制有關係。而家我哋嘅反省同工作有關係。而家中間嘅呢一段咧，使到我哋了解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使命係點樣嘅一件事。15節啦，佢話我以往咁樣做啦，靠我嘅工作而食飯啦。我永遠會一生都會繼續咁樣做。如果有啲嘢我可以自誇，就係呢件事，我靠自己嘅勞動嘅工作嘅去食飯。但係而家佢解釋點解我會咁樣做呢？而家第16節啦，我若傳福音，原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的事。傳福音啦，我被逼㗎，唔係我選擇去做嘅一件事，我被逼。意思係我被派遣，被主耶穌派遣。但係主耶穌呢個派遣係咁強㗎，佢喺我後邊推啊，我要向前行，我冇法子抗拒啊！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我非傳福音不可，唔傳福音唔會開心㗎。只有傳福音，我會開心㗎。呢度我哋可能有聖經裏邊對使命感最靚嘅一個表達。使命就係被派遣
被顯示。我哋可以諗起耶利米亞先知嘅説話，佢係先知就係代天主發言啊。耶利米亞話：我聽到天主嘅聖言放喺心中啊，我一定要講出嚟，非講出嚟不可。但係講出嚟啦，人哋會迫害我嘅，使到我好痛苦。所以我有時試下可唔可以留喺心裏邊啊，冇講出嚟唔得。心裏邊好似有熱火喺度燒，一定要講出嚟，我先至可以平安。嗱，呢個就係使命感。所以保羅話：為避免人哋以為我傳福音係為食飯啦，我好樂意勞動賺我嘅飯，我要食嘅飯啦。但係大家要好清楚，我傳福音啦，係因為被派遣，被主耶穌派遣，冇第二啲目的。我冇法子阻住耶穌派遣我。好，而家17節啦，而家係中文翻譯嘅，可能唔係好清楚，但係佢係繼續講呢件事。或者咁樣，為了解第17節啦，要了解當時嘅社會。當時嘅社會有兩種嘅工人，有被逼嘅工人同埋自由嘅工人。被逼嘅工人咧就係所謂嘅奴隸，自由嘅工人咧就係其他嘅。所以如果唔係奴隸呢，當時嘅工人呢，覺得自己係自由人，係自己選擇老闆，唔係老闆選擇自己。奴隸係老闆選擇自己，但係其他嘅工人咧係自由嘅，係我選擇老闆，同埋係我炒老闆魷魚。如果我唔滿意呢個工作，我離開。但係奴隸就唔得。所以而家第17節啦，保羅講緊呢件事。假使我自願做這事，嗰個自願啊，意思係假使係我選擇做呢件事，就係如果我係福音裏邊啊，全福音裏邊，我係一個自由嘅工人，邊有報酬？呢度報酬嘅意思係薪水，應該有薪水。奴隸同埋自由嘅工人嘅分別係奴隸冇薪水嘅，自由嘅工人呢，佢有薪水。所以如果傳福音係我選擇嘅工作嘅，我應該有薪水。請注意啦，而家有冇奴隸制度？我哋要小心。我哋堂區啊，學校有好多義工啊，係台灣叫做志工啊，志工啊。希望係真正嘅義工啊。如果呢啲義工你叫佢做嘅嘢啦，唔係真正佢選擇㗎嚇，選擇做義工啊。如果有少少 pressure 啊，少少壓力啊，呢個就係奴隸制度。佢係為你做嘢啦，唔係有㗎，你都唔俾佢薪水啊。奴隸嘅定義咧係唔係佢選擇做呢個工作啦，而冇收到薪水。呢個當時同埋而家可以話係奴隸嘅定義。有個自由嘅工人啦，佢應該有薪水。所以而家保羅係講緊呢件事。假使我選擇做這事，就係傳福音啦，我應該有薪水。若不是我選擇，而家保羅講緊傳福音啦，我係被逼㗎，我係福音嘅奴隸，我係耶穌嘅奴隸，唔係我選擇嘅。嗰個可是，呢個可是你哋可以拆咗佢，嗰兩個字啦，原文裏邊冇㗎。若不是我選擇做呢件事，責任已委託給我。
唔係我選擇㗎，係老闆逼我做㗎，係俾我呢個工作做，所以我被逼做㗎。所以呢個17節啦，第一段啦，同16節係講緊一模一樣嘅嘢。我被逼傳福音，如果唔傳福音啦，我冇法子繼續生存。所以第18節咧，這樣看來，我哋薪水是什麼咯？嗰個報酬啦，就係我嘅薪水係乜嘢啦？嗱，我係奴隸，所以唔應該有薪水。但係我好聰明，我為自己揾到啲薪水。我嘅薪水係乜嘢啦？就是傳播福音時，白白地去傳，不享用我在傳福音上所有的權利。我放棄靠福音去生活、去食飯呢個權利啦。呢個係我做福音嘅奴隸，做耶穌嘅奴隸。但係我呢個奴隸啦，有佢嘅自由嘅入面。嗱，傳福音我冇得選擇，係被逼㗎。但係我有冇選擇嘅入面啊？有，我可以選擇放棄嗰個權利。所以放棄權利係最深嘅自由嘅表示。我哋平時以為我保護我嘅權利先至係一個自由嘅人。而家喺呢度保羅話，自由嘅最深嘅層面係識得放棄自己嘅權利，係進一步。喺第一段裏邊係話我有呢個權利，而家喺呢度佢話我放棄權利，同埋呢個係我真正自由嘅表示。傳福音我係被逼㗎，唔係我可以自由選擇㗎。但係放棄呢個權利，呢個我自由選擇。主耶穌本來讓我享受呢個權利，而家我自由，甚至面對主耶穌咧，我係自由選擇。好，結果係咩咧？結果係第3段啊。嗱，呢個權利嘅放棄啦，使到我同所有嘅人打成一片。我原是自由的，不屬於任何人，但我卻使自己成了眾人的奴僕，為贏得更多的人。嗰個結果咧就係呢個自由嘅選擇去放棄權利啦，使到我成為用我哋慈幼會嘅講法啦，牧民愛德嘅奴隸。所以而家喺我嘅生活裏邊啦，唔再係我話事嘅，係牧民嘅愛德。呢個牧民嘅愛德就係耶穌嘅愛德，係天主嘅愛德。所以同猶太人成為猶太人，同非猶太人成為猶太人，同屬於法律之下啦成為法律之下，同唔屬於法律之下啦成為同佢哋一樣嘅人。第22節啦，呢個係聖保祿修女嘅口號啊。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認得那軟弱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世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為了福音，為能與人共佔福音的恩許。我相信我哋係進行我哋嘅使命啦，我哋大家上係生活喺呢個牧民愛德裏邊。呢個牧民愛德嘅先決條件啦，係嗰個放棄自己嘅合理嘅權利。
我哋可以用鮑思高神父做比方。鮑思高神父有冇行呢3個步驟啦？有。佢啱啱升咗神父啦，佢會做啲乜嘢啦？有人叫佢做半堂神父，嗰陣時半堂神父有薪水嘅，而家都有，好似意大利半堂神父係政府，係咪而家好似改變咗？以前係政府俾半堂神父薪水，或者做一個貴族嘅家庭嘅老師，好靚嘅，好好嘅薪水。佢有冇權咁樣？有。做半堂神父啦，有政府津貼資助，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安排，都係合乎主耶穌嗰個原則。但係佢有冇咁樣做？冇。面對嗰個巴羅羅嘅後著嘅啱啱鮑思高面對呢個巴羅羅話：你為我工作嘅，你有薪水啊，你唔使擔心嘅。你開你嗰啲靚仔啊咁樣。鮑思高話：好，你嘅薪水你可以自己保留，我跟呢啲需要我幫助嘅人，就係喺嗰度可以睇到鮑思高好似保羅咁啦，就係行呢一步，就係放棄自己嘅權利，同埋嗰個結果啦。係乜嘢啦？就係鮑思高嗰個説話：青年人，我為你哋預備付出我最後嘅一口氣，就係呢個美麗嘅無問嘅愛德。即係第3個例子啦，就係聖維仁尼佢係一個半堂神父，而家唔知道，可能佢當時嘅政府有冇俾佢薪水，但係呢個維仁尼有冇安於自己嘅半堂神父嘅職份，有薪水有飯食啊？就係咁，唔係，佢完全放棄自己嘅舒適嘅生活啦，成日喺高階廳嗰度啦。有人話你想揾半堂神父啦，聖維仁尼啦，或者佢係聖堂祈禱啦，聽告解啦，或者佢係病人嘅家庭裏邊，佢冇自己嘅時間，佢完全奉獻俾人哋。嗰個結果啦，就係非常豐富嘅無問嘅效果。佢嗰個同佢本來係可以話係法國最差嘅一個同佢，因為佢唔拉丁唔合格㗎，唔知乜嘢啦嚇，所以俾佢最差嘅一個同佢啦，讓佢喺嗰度呢個堂區變成法國嘅模範嘅堂區因為佢肯徹底所以我哋嘅使命，我哋嘅無問工作家我哋可以問翻自己，我喺邊個階段係掛住自己嘅權利嗰個階段，或者入咗呢個放棄自己嘅權利呢個階段，咁樣可以產生第3個階段呢個美麗嘅無問愛德嘅結果。好，或者我哋可以以鮑思高神父嘅一句話，一個出名嘅説話，我用意大利話講嘅結束。呢3個步驟啦，可以話係成聖嘅步驟。鮑思高神父話：O Salesiani santi o niente Salesiani。佢同其他回事話，其他回事或者我哋做聖人，或者唔好做其他回事。好有挑戰性嘅説話。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哋一定要行呢3個步驟。今朝嗰個青年好可惜唔想行嘅，但係耶穌嘅宗徒佢哋行咗嘅步驟。而家呢度下晝保祿行嘅，當然唔係話其他嘅宗徒佢哋冇行其他嘅宗徒佢哋係靠福音生活，但係以後啦個個都係信道表示佢哋都係行咗呢3個步驟。同埋係佢哋信道嘅見證真正創立教會啦同埋使到教會充滿豐富嘅生命。